最近呢，有套韓國電影叫做《醜婦》，係屍殺列車嘅導演延尚浩嘅作品。咁但係唔同嘅呢，係佢今次冇再用喪屍啦，而係回歸到一個尋常百姓小人物嘅故事，去探討人性黑暗面。我自己呢，就相當中意電影用一種好似剝洋葱咁嘅講故事方式，將成個事件一層一層打開，帶住觀眾一路走近核心睇答案。至於電影有若干嘅情節犯駁，或者可以處理得更加仔細，以及電影到底想講啲乜嘢呢？我哋稍後會一齊討論。先講下個故仔先。故事一開始嘅時候呢，係電視台嚟訪問以雕刻印章知名嘅盲人。咁同一時間呢，警察局就打電話俾呢個盲人嘅仔，話揾到佢媽媽嘅骸骨喎。由個仔嘅表情呢，我哋可以知道，其實個爸爸呢，將呢件事隱藏咗足足40年。呢單懸案就係咁為電影拉開咗序幕。認領骸骨之後呢，佢哋經殯儀館準備落葬啦。喺呢個時候，我哋會睇到女方嘅家人忽然出現，由佢哋嘅對白就知道佢哋關係其實好疏離嘅。而成部電影呢，有一個好重要嘅內容，圍繞嘅呢都係佢生得好醜呢件事。於是屋企人啦、同事啦，甚至乎佢嘅丈夫都因為佢嘅醜嫌棄佢。導演由一開始呢，就刻意隱藏咗佢嘅面貌，除咗電影末段有一張相之外，其他所有劇情都係披頭散髮，亦都冇影到佢塊面，就係咁任由呢一個謎團一路煲一路帶到個結局。佢因為時時被身邊嘅人取笑，又或者係責罵，個人呢就變得毫無自信，直至到佢遇到呢個盲人。我會理解為由於盲人睇唔到佢塊面，冇辦法抨擊佢，反而呢令到佢產生一種前所未有嘅安全感，唔使再自卑，算係喺一個有缺陷嘅人面前保留咗一啲屬於自己嘅自尊自信。咁但係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亦都係呢一點。由最初人哋帶住諷刺意味咁對盲人話：哇，佢生得好靚，到後嚟佢同盲人一齊啦，生咗個仔啦，睇到佢哋相處融洽又幸福，雖然係窮，但係呢就好安定好開心。又有人呢喺呢個時候向佢嘅丈夫指出佢生得好醜，於是乎令到盲人認定咗佢係利用自己，仲有好似其他人一樣咁欺負自己，於是乎對佢嘅態度呢亦都180度大轉變，最終就係夾雜住關乎自身利益嘅原因，誤殺咗呢個女人，鑄成大錯。我剛才話有啲劇情呢係冇處理得好好，我想講嘅呢係好似女方嘅家人啦，話佢自細就離家出走，大家都冇聯繫。咁點解揾到骸骨之後，佢哋又咁快就知道去到殯儀館呢？佢哋嘅出場呢，其實無非係想展現利益遺產面前每一個人嘅嘴臉。咁但係因為出場嘅方式少咗少少嘅銜接，就變成有瑕疵啦。另外，作為盲人雕刻師，其實呢，佢嗰雙手係好敏感嘅。而身為盲人嘅太太，我相信佢一定摸過女人嘅面，佢大概會知道輪廓係點，眼、鼻、口生成點樣樣，皮膚好唔好呢啲咁樣樣嘅資訊。所以當親友話佢似怪物嘅時候，佢居然就信。呢個同佢自己曾經講過，雖然失明，但佢對於美一樣有感覺，因此佢雕刻嘅印章呢，就被認為係美。呢一個講法呢係互相抵觸嘅。盲人之所以結婚呢，係因為佢信其他人對呢個女人隨便嘅一句讚美，認定佢係靚女，自己呢係行運行到腳趾尾。到佢厭棄佢啦，係因為人哋對佢隨意嘅一句怪物嘅批評，認定佢就係怪獸咁嘅樣。可見呢個男人呢係幾咁兒戲，亦都講明好多時候人喺擇偶嘅時候呢，都不過係為咗利益方便，
例如延續後代啦、有勞動力、生產力等等嘅好處，或者虛榮，呢啲咧都經唔起任何風吹雨打嘅。佢從頭到尾咧都冇考量過自己一個盲人會得到點樣一個美女嘅垂青呢？佢係天生失明，所以佢亦都唔會了解自己嘅長相係點樣樣。其實如果佢同女人相處得好，本身又和諧又幸福，咁點解佢要介意女人喺其他人眼中係點樣嘅呢？佢自己都係一個失明嘅人士，而且工作嘅收入微薄，但係女人都依然同佢組織家庭、生細路哥，唔通佢仲唔能夠明白呢個女人嘅善良？所以人性係複雜嘅，唔單止係黑暗，仲可以變臉。最諷刺嘅咧係盲人呢，每抱怨自己俾其他人玩弄啦、欺負啦，但係佢本來擁有嘅幸福就由佢自己親手扼殺。導演喺電影最後通過一張絕無僅有嘅入職照片，解開咗女人容貌呢一個謎團。冇錯，唔能夠叫做係美女，但亦都絕對唔係怪物。喺我眼中呢，唔能夠用醜嚟到形容，因為我見過好多韓國女士喺未成年之前，自己未有經濟能力整容醫美之前，都係類似咁嘅樣啫。其實我哋都會喺報章度睇過一啲成名之前嘅藝人，其實亦都差唔多，只係佢哋識得化妝，後嚟會醫美，識得打扮啫嘛。呢部電影呢，我推薦大家睇。導演要探討嘅呢係人性嘅黑暗、人言可畏，以及男女主角心路歷程，去了解思維模式點樣樣影響人生。如果男人唔係懷住不切實際嘅幻想去同女人結合，又如果佢哋之間多啲了解對方嘅諗法，如果佢哋識得換位思考，如果佢哋能夠多啲自信，如果佢哋有多啲正確嘅價值觀，接受多啲嘅教育等等，一切都會唔一樣啦。40年法律上呢過咗追溯期，男人呢唔會受到法律嘅制裁，個仔最終亦都冇揭發個爸爸，冇摧毀佢辛苦建立嘅人設同名氣，所以記者話佢好似佢爸爸，特別係嗰一日，因為佢哋兩個都只係注重利益。一個有缺陷嘅人本來以為揾另一個有缺陷嘅人會係種惺惺相惜，但係睇完電影呢，我不禁會諗，呢一場悲劇源自缺陷。一個冇獨立思想嘅人，俾周邊嘅人嘅人言去操控，而當中既有因為恥笑而生，亦都有因為妒忌而生。即使係一個身體健全嘅人，都唔一定有智慧清楚邊一個係人，邊一個係鬼。喺紛紛擾擾嘅世界，你又能唔能夠時刻冷靜，去蕪存菁，活出自己真正想要嘅天地呢？